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士師記第9章第1節至57節，主題係領袖的反面例子亞比米勒。作者喺士師記第9章記載，後來基甸個仔亞比米勒喺示劍自己稱王，佢仲用錢請人將基甸其餘70個仔全部殺晒，只得約坦一個走得甩。示劍人推舉亞比米勒做王，而約坦就企喺基利心山上，用樹木嘅比喻責備示劍人離開正道，揀咗個惡人，結果為自己埋下禍根。亞比米勒管治以色列3年之後，上主使惡靈進入佢同示劍人之間，結果雙方反目，互相殘害。示劍人喺城外搶劫過路嘅百姓，好多人因此受害。亞比米勒先後攻打示劍同提比斯，放火燒城，殺害百姓，最後卻被一個女人用石頭掟中，結果死咗，正正應驗咗約坦之前講嘅咒詛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士師記第9章記載，亞比米勒用暴力殺咗基甸其餘70個仔，搶奪皇位。咁你會點樣提醒自己，唔好用自己嘅野心去取代上主嘅心意呢？